苗栗大湖发生火烧山，消防伫咧救灾过程当中，有10个人因为输着伤济一氧化碳无爽快，目前还有2个人伫咧病院观察。虽然这火势有受到控制，不过现场也是闷闷咧烧，嘛有引起真严重的空污。消防局是请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甲地主送办，环保局嘛要依照违反废清法来追究地主的责任。对空中翕苗栗大湖的火灾现场，虽然火势已经受到控制，但是现场仍然是呛高高的白烟。消防人员提侦测器伫现场来测一氧化碳的浓度，一个瓦镜就发出警示的声音，显示浓度已经真悬。这个月初4，苗栗大湖新开村山区发生大火灾，因为现场烧的大多数拢是冷气的树枝甲废弃的柴壳，火势真猛。消防人员出动41个人来抢救，其中有10个人因为吸伤济一氧化碳，身体无爽快。目前也有2个人在住院。然后它的木材都是烟，事后我们发现它全部都是堆积木材，可能研判就是现场就是不完全燃烧，所以造成他们救灾的不完全燃烧产生一氧化碳。造成我们救灾人员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。目前现场大量的废弃柴壳还阁翕咧烧，尤其是上架站阁较恶降温。消防局表示，导火的所在是私人的土地，烧的面积大约是3000平方公尺。环保局也要追究地主的责任。依废清法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同时得并科新台币1500万元以下罚金。考量地主有管理不当责任及本案对环境所生影响，将依违反空污法加重处罚，最高将裁处新台币10万元罚款。苗栗县环保局表示，地主才拄继承这个土地，唔知影废弃的柴壳是倒位来的，但是原来是会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来追究地主的责任。消防局也会伫调查了后，请警方以公共危险罪来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